在地消息，咱要先来看云林的万东潮啊，即马当咧修成，也毋过农政单位煞接到陈情，讲进前小欠风台带来的灾害，后即个修成是减2成。西里农会也跳出来讲，因为即个修成减，所以只潮啊的计数也对得起，目前一斤都要12块以上，这是2年来上悬的纪录。国潮区第3日来回收册啊，近期云林的日基球持续修成。 但是，着近一阵仔小欠风台来袭，拄碰上当咧抽水，导致出现叶仔打气、册仔污化等问题。好今年日基球的规体产量减少。小欠风台吼来啊拍一个安尼，我起啊都来比一期的来讲吼，可能1分地我的部分啦，差不多1分地减超500斤。虽然已经公告了10个乡镇。 昨天经过县府的争取，那农业部又公告了斗南、园长、虎尾、大埤、西螺、北港等6个乡镇的天然灾害救助。这个地区如果农民有受损20%以上的稻米的部分，尽快到该乡镇去申请申报。西农会表示，近期日基球陆续采收，以后每分地册仔会当收成1500台斤，但今年的日基球受到风台影响，大约只能收成1100台斤到1200台斤。 平均每分地减收300台斤，导致现在单车收购计数每台斤12块以上，创下2年新高。今年的计数吼，会比去年日期啊吼，它伊的价格吼，增加1成。目前1台斤吼，单车咱拢基本拢已经收到12块外超过啊，已经创下那个历年的新高。因为在105年梅基台风来袭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价钱才12块出而已，现在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收购都超过。西农会嘛讲，今年日期单车收购计数创下关价，除了受到风台减产原因以外，阁包括嘉义和台南，因为欠水实施轮管休耕。 减少2万公顷的稻作种植，嘛有真侪南部的米厂业者，因此北上收购单车仔，毛日期单车仔创下新关价。记者王伟报道。